下面馬上進入我哋嘅第一篇章百年迴響。100年係一卷厚重嘅史冊，100年係一曲深情嘅戀歌。下邊讓我哋一齊嚟走進我哋嘅第一篇章百年迴響。首先有請台山市紫陽文化促進會會長朱翠鳳女士上台致辭，回顧粵刊100年歷程，凝聚忠貞情誼。我哋掌聲有請。我哋想試掌聲送俾我哋嘅朱會長，好嗎？掌聲送俾朱會長。尊敬嘅各位領導、各位嘉賓、親愛嘅中親朋友們，大家晚上好。今日係一個喜慶嘅大好日子，歷經咗100年嘅滄桑嘅紫陽月刊喺2025年嘅金秋迎來咗佢嘅100年華誕。我哋歡聚一堂，隆重舉辦紫陽月刊100年華誕暨第2屆尋根之旅兩項活動，今日正式開幕。喺呢度，我謹代表台山紫陽文化促進會向蒐臨今日慶典嘅各位領導、各位嘉賓、親愛嘅中親、親愛嘅朋友們表示最熱烈嘅歡迎。向100年來為紫陽月刊嘅發展傾注心血，默默奉獻歷史創辦者、編輯、作者、工作人員，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紫陽月刊成長嘅海內外讀者、親愛嘅中親同埋各界嘅人士，致以最崇高嘅致敬同埋最真誠嘅感謝。紫陽月刊係台山市知識文辦嘅僑刊，佢創辦於1925年嗰陣時，台山知識雖然同為宋至明節嘅學家、歷史家、教育家朱熹嘅子孫，但最據點分散於台山各區鄉鎮，向無聯繫嘅機構平素無語通氣而論議。同時，海外僑胞經歷世界戰亂嘅艱難歲月後，心肯向國眷顧桑梓，遠過往昔，正有幾於此。我作有識人士審時度道，認為唯有憑借新聞媒介，才能以聯絡鄉親、外語團結僑胞、內外溝通，此能發揮力量。於是，在台城院前路朱文公祠副祠成立紫陽月刊，出版社出版物，紫陽月刊就應運而生。為咗追慕先祖先賢，採用朱熹別名紫陽為刊名，是萬意弘揚祖德。紫陽月刊出版後，海內外嘅宗族嘅皆大歡喜。後因時代變遷，曾2度停刊。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我哋
申請復辦，獲有關部門批准，子陽月刊已是1986年復刊。回顧刊嘅歷史，復刊以嚟，特別係2020年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就任以來，子陽月刊發揮積極作用，主要體現有以下幾方面：堅持以僑務辦刊宗旨，創辦刊物報導領域，擴大宣傳效果。喺上級僑務部門嘅具體指導同埋海內外鄉親嘅大力支持下，我哋嚴格執行黨嘅對外宣傳政策，努力貫徹辦刊宗旨，夠好咁發揮咗續刊嘅橋樑同埋紐帶作用，使海內外宗親加強咗聯繫，增進咗忠情，調動咗建設家鄉嘅積極性，共同為台山僑鄉經濟建設作出貢獻，為提升子陽月刊嘅品味，適應時代嘅變化，吸引更廣泛嘅讀者。我哋對刊物作出咗全新改版同埋數字化更新版面嘅視覺體系，由正16開升級為16開規格，革新內容欄目，重構15個板塊，包含卷首語、子陽詩苑、人物特寫、配角流芳、文女聽電、華文匯聚等欄目，係統咁樣呈現咗僑刊文化嘅價值，實行全球數字資源庫嘅建設，同步上線子陽月刊數字化文獻嘅平台，集成歷史期刊電子檔案，實現百年僑刊嘅數字化轉型，以文化為主嘅活化，通過一系列嘅創辦創新刊特色，進一步滿足內外宗親嘅了解國情、鄉情、社情同埋宗親間嘅往來動態嘅需求，並獲得上級主管部門同埋廣大讀者嘅肯定同埋好評，在省市僑刊鄉信評比中都獲獎。第二，切實提高辦刊嘅質量，發揮刊物嘅宣傳作用，有力咁推動海內外宗親為支持家鄉建設作出貢獻。我哋致力不斷提升改進編務工作，努力提高辦刊嘅質量，通過詳實咁樣報導海內外族人喺興辦公益事業上勤勞致富、支持興學、救財等方面嘅事蹟，激發海內外族人嘅熱愛家鄉、支持家鄉建設嘅積極性。同時，每逢旅外宗親歸來，爭取陪同佢哋回家鄉參觀村容村貌，興辦公益事業事情，激發佢哋支持興辦公益事業嘅熱情，爭取較好嘅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市支持華人、華僑及港澳台同胞捐助辦公益事業嘅方面，計有中小學14所、紀念館4所、文化樓20棟、修
修公路20公里、25公里，鋪設水泥村道26公里，整治村容村貌54種，還有體育娛樂場所嘅修建，以及在家鄉台山投資興辦較高知名度嘅公司同埋企業等。所以講，續刊喺爭取海內外宗親方面嘅支持，很大嘅其效果是可喜的。第三，根據僑鄉嘅特點，編寫有僑味嘅家書，增強佢哋對家鄉嘅觀念。台山係華僑之鄉，旅居海外僑胞與家鄉有着千絲萬縷嘅關係。我們對祖國一日千里嘅進步，對家鄉變化十分關心。我哋通過編寫集體嘅家書，大力報導我市兩個文明建設同埋發展情況，使很多宗親僑胞閱讀家鄉日新月異嘅變化。報導後都感慨萬分，佢哋激動咁講，睇到報導家鄉嘅情況，真係好似回到故鄉一樣。唔少多年嚟沒有回過故鄉嘅旅外宗親僑胞，都非常盼望能夠早日回來，目睹家鄉嘅變化為快。近幾年來，我族旅外宗親嘅組團尋根問祖，回國觀光，探親訪友超過3000人次。第四，加強與海內外宗親嘅聯絡溝通，增進情感，調動佢哋支持續刊嘅積極性。近幾年嚟，我哋致意通過各種渠道途徑，加強與海內外宗親嘅溝通聯繫，一是通過拜年、問候、報告工作、徵詢意見、訪問等途徑，主動聯絡海外嘅社團、宗親，加強溝通，增進感情；二係向本族公益事業有突出貢獻嘅社團同埋宗親，誠懇咁上門致送牌匾，或者通過郵寄嘅方式表示謝意，通過這樣激發佢哋關愛支持續刊嘅熱情。第三係通過舉辦慶典活動，隆重表彰一批熱心公益事業嘅先進社團同埋個人。四係致以發現熱心家鄉公益嘅事業人士，同埋接受海外社團向我哋推薦賢士及時選為理事或增聘為名譽會長，從而大大咁增加咗開展族務工作嘅活力。五係組織開展敬老慰問活動，通過活動進一步增進宗親們嘅感情。第五，盡心幫助回鄉尋根嘅族外宗親，使佢哋尋到根。近幾年嚟，先後有30人次旅外宗親通過接待來訪或者網上求助代尋親同埋祖居，根據佢哋所提供嘅情況，我哋當即跟有關部門聯繫，請求協助，結果很快為佢哋解決咗問題。2023年嚟，我們舉辦咗首屆世界支持尋根之旅活動。馬來西亞代表團團長朱國培先生係出生於馬來西亞，其父親起
並未曾踏足台山故鄉。當講述尋到赤溪鎮蘿蔔坑村祖根嗰時，佢數度感恩，感觸之深可見一斑。呢次舉辦第2次尋根之旅，明天就要啟程啦。我哋相信通過呢次尋根之旅，一方面能讓大家感受到家鄉深厚嘅歷史文化底蘊同埋優美嘅自然風光；另一方面能讓思念祖宗嘅僑胞真正尋到祖根，記住故土，留住鄉愁，讓尋根之旅成為永恆嘅記憶。在此祝願明天開啟嘅尋根之旅平安順利。大家旅途愉快，百年之洋薪火相傳。100年喺歷史長河中只係彈指一揮間，但對於一份刊物而言，卻係一段非凡嘅歷程。我們嘅前輩為咗聯宗義、爭情義，緊密咁團結共振家聲，創辦咗《紫陽月刊》，推動支子文化傳承同埋發展。呢啲經驗值得吸取，呢啲光輝嘅歷史值得回顧。我哋絕不能忘記，應該紀念，讓我們知族人一代一代咁樣傳承先輩披露淋落嘅艱苦創業精神，並發揚光大。站喺100年歷史嘅新起點上，我哋更感責任大。新嘅政情賦予《紫陽月刊》新嘅使命與擔當，我哋堅信喺上級部門正確嘅領導下，喺海內外宗親嘅大力支持下，必將能繼往開嚟，迎難而上，不負重託，努力耕耘，務實創新，與時俱進，不斷提高辦刊嘅水平，充分發揮僑刊嘅作用，團結海內外嘅宗親，共同為建設繁榮美麗嘅台山僑鄉作出新嘅貢獻。最後，我祝所有嘅來賓領導們、親愛嘅家人們，祝你哋本次慶典圓滿成功，大家家庭幸福，多謝你哋。感謝會上精彩嘅致辭，並接受我哋嘅祝福嘅鮮花，好嗎？我哋再一次用我哋嘅熱情嘅掌聲，再一次感謝我哋嘅會長，多謝你，多謝。紫陽月刊嘅發展係一定離唔開我哋社會各界人士嘅關心同埋支持。接落嚟，我哋亦都邀請到我哋海內外宗親嘅代表團，亦都帶來咗祝福嚟到呢個現場。下邊邀請我哋嘅宗親代表上台支持。首先嚟自三藩市朱佩國總堂主席朱景榮先生，掌聲有請。尊敬嘅會長、各位首長、各位嘉賓、各位宗親們，大家晚上好。時值新秋，行嚟秋色嘅今日，我哋海外宗親們從遠隔萬水千山組團結隊，專程回鄉，與各地主事們來共聚。
共同慶祝主人月刊百年華庭慶典暨世界知識第二屆勤政之旅嘅活動係歷史性為台山中餐門對海外中餐團隊熱情接待，只係珍貴嘅親情，唔使用千言萬語咯。在此，我真誠代表美國三藩市美國總統及司德堂祝賀團，向所有深愛僑社嘅薪火相傳嘅鄉親們表達之情嘅感謝。配角研究院組織全球核心嘅配角落嘅建成，內歷史內疚嘅滋養月刊嘅創刊，係前輩們艱苦奮鬥、努力耕耘，為福音後人所結成嘅珍貴嘅成果。有句舊話：紅花雖然迎來，仲有綠葉來扶持。與各地海外同所們一齊拼搏，互相支持，攜手同心，創出紅花配綠葉嘅聖觀。前輩們無私奉獻，召製咗滋養月刊100年光輝嘅成就，值得驕傲好自豪。我們大家希望滋養月刊繼續向前，第二個100週年更遠更深，永續向前。在此重提幾年前一場新冠病毒遍佈全球，美國三藩市處都唔例外。在此高峰期間，防疫物資極其短缺。在此滋養文化促進會對海外中親們嘅熱愛和關懷，立馬行動，即時攜帶一批防護物質分送來海外中親手上，度過一場前所未見嘅世紀大瘟疫。病毒無情，衛生無限，血濃於水嘅情誼，我舊金山中親們永記在心。在此，滋養促進會全體中親們致以衷心感謝，祝大家健健康康，生活愉快。謝謝大家。好嘅，多謝晒，多謝我哋嘅朱景榮先生嘅精彩支持。下邊有請紐約朱會國堂議長朱永益先生上台支持，我哋掌聲歡迎。尊敬嘅朱翠鳳會長，尊敬嘅各位領導、各位宗親、各位來賓，今日我哋跨越山海，齊集故土，齊聚故土，共慶紫陽月刊百年華誕，同時啟動朱氏第二屆尋根之旅。作為一個海外朱氏嘅子孫，站喺祖宗耕耘過嘅土地上，我心潮澎湃，倍感榮光。百年紫陽月刊
係文化嘅燈塔，係精神嘅紐帶。自佢創辦以來，紫陽月刊好似一座無形嘅橋梁，連接咗五湖四海嘅諸氏族人。呢100年係薪火相傳嘅100年，更係赤子之心不曾改變嘅100年。今日嘅回歸係血脈嘅回歸，係文明嘅接力。樹高千丈，忘不了根。我哋從世界各地嚟到呢度，踏上尋根之路，不僅係追溯家族嘅源流，更加係想重新認識我哋自己，認識到我哋從邊度嚟，理解到我哋從何處去。無論走得幾遠，我哋都會唔忘記土地呢片草地上深植嘅文化嘅基因同埋家族嘅精神。海外諸士願意做中華文化嘅守護同埋傳播者，我哋漂泊在外，從未忘記故土山河。今日嘅盛會，我見到從世界各地而嚟嘅我哋諸士嘅兄弟姊妹，讓我哋睇到家族嘅力量同埋文化嘅生機。我哋要俾年輕人呢一代記住，我哋嘅根喺中國，我哋嘅魂係諸士子孫。最後，我喺度祝願紫陽月刊係新嘅100年，再續華章，願諸士家族枝繁葉茂，世代昌隆，更祝願本屆尋根之旅圓滿成功。多謝各位。掌聲掌聲都多謝我哋朱永益先生，多謝你精彩嘅支持。下邊依然請出嚟自波士頓朱佩國堂主席朱玉漢先生上台支持，掌聲有請。各位大家好啊！歡迎代表我美國波士頓呢位輪至白嗰行咧，佢都讓活康100年，第2屆世界知識田徑之類藝會參加為本年金曲，非常之榮幸。自派國行團體紅言，承接向海外嘅冬天門口，祝這套盛會成功。多謝大家嚇，係咁。多謝我哋嘅朱玉漢先生。接住嚟，馬上請出嚟自我哋嘅溫哥華諸士宗親會會長朱宇健先生上台支持，我哋掌聲有請。Hello， 各位嘉賓、各位領導，大家晚上好。今日我都唔係準備講嘢嚇，咁啊，首先咧係好多謝我哋嗰個我哋紫陽月刊100週年華誕同埋第2屆嘅尋根之旅，我哋祝各位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同埋我哋嘅紫陽月刊咧再100年慶祝，多謝各位嚇。
OK， 都多謝晒施宇健先生嘅，多謝你嘅支持。多謝你，多謝你。下邊有請馬來西亞廚士聯合會會長朱國培先生上台支持，我哋掌聲有請。台山市紫陽文化促進會尊敬的翠鳳會長，來自海內外的各地的領導、中青代表、各位嘉賓、媒體的代表，大家傍晚好。在這個意義非凡的日子，我們大家齊聚一堂，共同見證紫陽月刊創刊100年華誕，薪火相傳第2屆世界株式尋根之旅。我謹代表馬來西亞株式聯合會、新加坡株式公會、印尼蘇南巨港沛國張格公株式中青會，向主辦單位致以最真誠的祝賀，向過去100年來傳承紫陽文化的先進前輩致以崇高的敬意。各位，100年紫陽華誕，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紫陽文化盛會。紫陽月刊不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份跨越世紀的文化使命。歷經數代人接力傳承，跨越地域走向世界，成為全球株式族人情感交流的重要橋梁。100年華誕是一段輝煌歷史的慶祝，薪火相傳第2屆世界株式尋根之旅是一段凝聚宗族的情感之旅。今天上午，來自海內外的宗族、宗親領導們匯聚一堂，舉行了簡單隆重的祭祖儀式，緬懷先祖，追思祖德，共聚衷情。各位，大陸台山朱沛國樓，仿佛就走進了一段朱家的歷史走廊，一幅圖案，一幅字畫，每個細節都承載着朱家宗族走過的路。感謝翠鳳會長與全體籌委會成員團隊的堅持與付出，讓這次來自世界各地的宗親深刻地體會到血脈精神的延續與文化傳承的力量。祝願通過這次的盛會，我們不僅重溫紫陽文化的源遠流長，更進一步地拉近了全球宗族的距離，搭起了一座弘揚祖德的橋梁。我衷心地祝願本次的慶典圓滿成功，紫陽月刊新的100年薪火相傳，世界株式宗族團結共榮，世代永續。謝謝大家。再次感謝來自馬來西亞的蘇國培先生精彩的支持，謝謝你。我覺得每次講到馬來西亞咧，都讓我哋感受到佢哋嘅團隊咧係非常之熱情喎。歡迎你哋嘅到來，歡迎。下邊咧，我哋繼續係請出嚟自香港書士宗親會主席朱木波先生上台支持，掌聲有請。
尊敬嘅領導、尊敬嘅宗親，大家朋友好！啊，今晚係紫陽粵行100週年嘅會行。咁紫陽粵行100週年之內，一風雨不改，為咗我哋家族做咗好多嘅嘢，希望紫陽家族再發光大，祝紫陽粵行再創百年偉績。第二屆世界主持終身尋根之旅開始，為咗團結家族，辛苦參加工作嘅宗親付出好大嘅努力。我謹代表香港主持終身總會向主辦單位致熱烈嘅祝賀，祝慶典圓滿成功，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多謝大家。多謝你，多謝你，我哋再次掌聲送俾我哋嘅朱木波先生，多謝你嘅親切嘅問候，以及係衷心嘅祝福。下邊請熱烈嘅掌聲，有請緬甸仰光朱家館副會長朱柏英先生上台致辭，我哋掌聲有請。尊敬的紫阳月刊百年华诞季第二届世界株式寻根之旅主办单位及来自海内外的宗亲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在这特别的日子，我能代表缅甸株式宗亲们参加紫阳特刊百年华诞庆典。也一同见证第二届世界株式寻根之旅的美好时刻。百年刊物不只是文字的积累，更是情感的传承。从一纸刊物走向世界各地，连接的是我们株式宗亲间跨越时空的血脉情缘。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宗亲齐聚一堂，实属难得，也让我们倍感亲切温暖。借此机会，感谢主办单位的盛情接待与辛勤的筹备，愿我们在这趟寻根之旅中收获友情，传承文化，继续把株式精神发扬光大。最后，祝活动圆满成功，株式宗亲团结兴旺，友谊长存。谢谢大家。OK， 所以謝掌聲啦，多謝朱柏英先生嘅。下面繼續請出嚟自印尼蘇北棉蘭書士宗親會副主席舒維嘉先生上台支持，掌聲有請。各位宗亲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印尼棉兰苏北宗亲会的副会长，我代表会长朱志汉先生向各位祝福各位。很高兴我们这次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乡故乡台山，我本人是台山，那跟大家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宗亲们，希望大家能够友谊长存，情谊更深。最后，谢谢会长翠凤会长的邀请，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朱维清先生，谢谢你的真切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谢谢你，感谢。
好啦，下邊有請廣東珠希學術思想研究會會長朱述元先生上台致辭，我哋掌聲歡迎。尊敬的朱翠凤会长啊，各位领导，来自海内外诸事宗亲们，各界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适逢紫阳月康100年庆典暨第2届世界诸事寻根之旅，我很荣幸代表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全体同仁及广东119万的诸事宗亲，啊，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紫阳月康创办于1个世纪前，在一代又一代的当家人及同仁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在李美朱家人、哈球精英及台山市紫阳文化促进会历任领导克服重重困难，不辞辛苦的运营下，薪火相传，终于锻造成为影响东西方的100年文化老字号啊！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紫阳月康不仅是中国内地朱子学界和朱家人的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更是牵挂世界各地朱家人情怀的一座精神丰碑。未来，紫阳月康智慧凝聚家族记忆的世纪家书，它必将焕发出日益耀眼的风采。祝愿朱子月康在朱翠凤会长的领导下，健康发展，蒸蒸日上，并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祝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好，谢谢。多謝我哋嘅朱述元先生嘅精彩致辭，以及咧對我哋在座每位忠親嘅真情嘅祝福，聲聲祝福，情真意切。我哋收到咗來自世界各地嘅賀電同埋賀信，佢哋跨越咗千山萬水，匯聚成今晚最溫暖嘅紅樓。